Itu Arman kata si sarapat. So sinipa kita na sumigomi tanaman. Tu soal daw urinya si paparangan tanusuna niya maparungan kata sadarungan. Kaya nga matuso dinasuda na niya barong sana ki pasawit atalan mo tanusun. Anya lihay udama na suwama ka tarapawasan anasmior. Tuanya siwaran sepalawag tanusun na kamasito niya snay inuri katoa kay kamasmas urinya si pagagawan na niyarihay kamasito magi patamasubong urian na inuri kiyaw nga kipaparangas pagkarasunan ni Yesu Kristo. Amen. Amen。我们要看上帝的话，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7节。우리 바순이들 다카이 마스마스 마저도 필리핀 가시쇼 들어와 가이안 바꾸어 들어와 가람 바꾸어 기도 가람. 우리 스무부터 디나사차는 이 아로의 스투디 아디나티아는 이 더브랑 치로 무유 이안 주스华语陈修一长老。yang Rasulullah Yesus Filipi Kedua kanyang Tapulua Tutelu kalang Tapulua Tupitu kalang Tapulua Tutelu Tutet Tu Inalu Anga Zwa Ine Papa Dejuan Ini Ana Taken Ayaya Kine Menen Kami asu masa nita nunggu sisanya sana ku lawan kita liku satu tiba sawi bahasa ayau betutu padutu tapi waktu siapa betul akan bahasa dajwa papa dajwa waktu sipi pada leban, pada leban, maban bakwan nasi di dalam bawah, maban sinetau doa semas dan makan pada Kristus Yesus. Tapi waktu lima mana sika kita negeri malam. Mapa sebelumnya anak ayah kusui anak inem papula nu insua maliang nu sigi nemen sigi nemen timun balaluai anak semas tapi waktu undang nakwa tumali kemudian lain sakamaya kota Silai baik saluan semas satu paduku sepuluh itu betul ina mamaku sanu paduku patsun mamaku ina lain 박수 아주아 말까 서서 나나든 서서 아야도아 주마 야야는 마반 나마산 다노 나마산로 다기 술란 다기 술란 술가에 마치마스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攻读上帝的话，在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17节。上帝的话这样说，第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14，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食物。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第16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17。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以上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这么说：凡敬畏上帝的人，我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Anak-anak itu semas asal-asal hidup dengan tahu uriku si pasmarau akinedan nimado tamakan. Bisa terlihat di atas atas syuruk di pikiran syuruk.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好，要做当牧师约牧师跟我讲说要做岁末年终的分享牧师就说，他的你做的歌也可以拿来做岁末年终的分享感谢上帝在今年也做了几首诗歌，刚好牧师的鼓励，也是利用今天的时间来做诗歌的分享。这首歌的来龙去脉是这样子的记得在几年前呢，我记得是在古信关古经的时候，大概有1季还是2季的时间，当时的信关古都是一直围绕在那个先知书的，听得到吗？都是围绕在那个先知书的经文上面那我发现在那个经文里面，上帝非常爱那个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民。每当以色列发生遇到灾难，人民受到迫害，当国家遇到灾难的时候呢，上帝总是会伸出他的手来拯救、保护以色列人。但是很可惜每次看到那些经文常常会发现到以色列人民他们总是一错又再错，背离上帝的旨意。因此耶路撒冷被侵略，然后圣殿还有城墙也倒塌，人民也遭到俘虏，导致国家灭亡。但是呢，上帝爱他们的心不变，所以差遣先知将他的话带到以色列的人民当中，要以色列人民要遵行上帝的话。但是呢，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心。我从先知书看见以色列这样子种种行为，与他们背离上帝旨意来显示，其实上帝要他们做的事情很简单。第一个，上帝说：“唯有我是独一的真神。”是对以色列人民他们的警醒，其实也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诫命。那第二个呢，就是相信上帝就会有平安。相信上帝就会有平安，因为上帝爱我，也爱你们，也是爱以色列。第三个，不只要认错，更要悔改。我再讲一次，不只是要认错，更要悔改，因为困难的地方就是在悔改。因此，以色列人民就是不知悔改，所以一错再错。弟兄姐妹，悔改不是口里这样子说，而是要付诸行动。当以色列人民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就伸出他大大的能力来帮助他们，然后使圣殿、使城墙可以重新的修复。以色列这国家也在上帝的见证中兴旺，所以我就把这样子上帝借着先知提醒还有勉励以色列的话，作为待会我要献唱的这首诗歌的其中一段。当我想到接下来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接下来要如何来勉励自己，来回应上帝的爱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在马可福音的
经节里面有说到，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2项诫命更大的了。所以我也把这样子的话来作为我接下来的歌词来做回应。我知道上帝他非常爱以色列，他所拣选的子民。那我也相信上帝也是同样的非常的爱我们。所以最好的回应上帝就是刚才我说的经文，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在我们的信仰服事与生活，在任何的时刻，都可以用这种态度来互动、来待人，用这样子的态度来服事主，相信就能够懂得分别为圣。当然也会理所当然的会以上帝的心意为心意，作为每一天的出发。正好也可以来回应上周我们的长老永斌他所分享的回顾教会以前的历史，以及教会未来的发展，还有信仰家数的减少的一些问题。我想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来服侍，相信会是一个最好的回应。然后呢，回到歌词的第2节，我要怎么办？要怎么写？想到了以后呢，副歌我要怎么写？副歌可能有些不太懂的哈，那可能会听得懂的人，就会像云子一样知道副歌要怎么写那第二到副歌的时候，我左思右想那正好就想到我们教会上面的这个字，我们这一次激励信仰生命，迈向家园丰盛我就想到这个总会所给我们的激励这是一个很好回应上帝的呼召以及信仰学习。我们可以学习每天靠主的话语来激励自己，可以用主的话语来见证每一天的生活，使自己的信仰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借着这段话来鼓励每一个家庭信仰能够彼此互相激励，然后希望我们的教会福音可以活络在我们的部落。总之，我把上帝借着先知提醒勉励以色列的话作为歌词里面的一部分，还有提醒自己不要犯下同样的过失过错，以及要有正确的信仰。上帝是唯一的主神。然后接下来的歌词就是勉励自己省思，也仰望未来1年的生活与信仰态度，在任何的时刻都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我们的上帝。生命的激情都要活出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我的歌名就叫做“因为合乎上帝的心意”这个时候呢，我邀请我的太太丽西亚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为我们2个人要常常的提醒自己，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然后活出上帝心意的信仰，作为我们每天生活目标。好，我们就要来唱这首诗歌。然后我要请我们的最佳的音控来帮我播放配乐带，这是做配乐带也是上帝的恩典好，本来说唱1段那我就把2段的歌词一定要唱完，因为已经讲2段歌词。再大声一点。好，等一下要重来重来。为什么会讲刚才讲的时候好像会很伤心难过，歌词原来是非常轻松活泼的歌心态以色列，不要忘记，唯有上帝是独一真神，不可敬拜偶像与神明，讨厌神的子民。不要忘记，
意，主必施恩与怜悯，主的话语常记在心里，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高举双手，哈利路亚，重新建立耶路撒冷。公义的主，怜悯的主，复兴以色列的国，因为合乎你的心意，天天都来赞美你。每天都听他唱，我都会唱。没有每天，尽心尽力。好，一起拍手。弟兄们呀，你要亲近，唯有上帝是对真神。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些诫命都要遵行。主的话语常记在心里，平安喜乐与你同在。今日信仰生命，迈向家园丰盛，宣扬福音神的国，高举双手，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在这里，今日信仰生命，迈向家园丰盛，宣扬福音神的国，因为合乎你的心意，天天都来赞美你。宣扬福音神的国，高举双手，哈利路亚，再次希望北野教会，今日信仰生命，迈向家园丰盛，宣扬福音神的国，因为合乎你的心意，天天都来赞美你。因为合乎你的心意，天天都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好，下来直播。感谢主，2026年我们已经有新的主题歌了，叫做“尽心尽意要这”，这个叫什么？因为合乎你的心意。哦，因为合乎你的心意，而且要用尽心尽意尽力听这首歌了来唱这首歌。圣经邀请我们来听，不是听人来夸耀，而是听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所行的事。Mari Maria popularno taksimas de cha papucham de cha da chu je cha sinan sinai asini akashi de cha itu sahabat ni mana. Sekarang itu family 우리 pagawa to sinai masih to tina sengkelana masih to sahabat tina sengkelana.对。他们家的名字。
우리 시스나의 너의 저恩典的计划。下个单位要献诗的家庭哦，先调好的 key 那个软的顺序，对，要这个要考这个你们在考倒这个情诗啊，临场应变。啊，这个马勒的家庭啊，先预备一下你们的歌列，顺序是怎么样，什么 key 先调好哦。还有鼓。你们要用的乐器，哪怕是小提琴、大提琴还是什么，你先架好。其实也是一样哈，是牧师，一位牧师说，要不要来献诗哎？我当初我一听啊，我们献诗嘛，好像有点困难呢，可能啊。牧师，你等一下，我帮你献好像点3秒。结果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没关系啊，那我们就唱呀。然后他们才说我就唱了，不好听都没有关系，我们就献诗了呀。我说好，我就找了这首歌，把新生律师维纳的我们的诗情所和那个原声哈，来让大家跟大家唱。如果你们会唱，也跟着唱哈。告诉我，一切都不看见了。
道，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我不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看见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有笑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上帝的话这样说：耶和华荣耀不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于你的名下。Sebab amin sunnah segala apapun disun sakamaya ini katiaman atau ayatoa so kiliwa na seminar Aisukai Mas. Saya cerita beri uli akasih cerita suci, di kuda suci, teman saya suci. 感谢主，在最后的岁月，我又再次再次的来见证分享。首先，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实人，是好人，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我的马家教会当过执事，还有主日学的校长，他一直是我印象中的回忆。因为随着父亲的信仰，支撑了父爱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上过主日学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上过青年会的团契。接着我就是读完了国中，念国文工，然后当兵退伍之后，就到台中工作。进入这个社会，我就开始找工作，在一个很不稳定的工作，常常换工作，而且难免呢，我会碰到很多的不一样的朋友在一起，就开始喝酒、抽烟了，吃槟榔，不好的习惯。在我的生活。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节制。要不然跟他们在笑我那么参与。yang kemudian ialah我的生活为什么会很不正常？
也许是外面的生活太吸引人哦，很多的习惯，我就慢慢就很随意了，马上习惯了，我也搞不到，所以呢，这个生活不会很久，大概是5、6年。咁那个什么，那打电话来说，我的信仰，所以上帝知道，他没有离开我，因为他有他的慈爱，还有怜悯一直在环绕着我。特别是在民国76年，因为我的父亲生病去世，从那一刻的时候，上帝就在我身上很奇妙的动工。上帝是给我一个家，秋花姐妹也愿意陪伴我这个信仰道路，去相信神，去认识神。这件事情是我一生中给我最大的礼物。记得在高理中执事，小时候对我的印象，这个一站每天都在喝酒，醉醺醺的，整天神出鬼没爱，毫无定性爱。这个要练习到我配方一指。是在民国97年5、6月份，我在别业教会跟雪花姐妹一起受洗，因为我的工作没有离开部落，也开始稳定的在自来水工作。后来为省服侍，我就担任教会的执事跟兄弟会的会长。首先呢，我在民国103年，我去卫生所参加这个戒烟班，这个课程最后我还是把香烟戒掉，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吃槟榔、香烟、酒，开始戒掉，也慢慢的稳定的聚会，跟神和好。在我这个讲话不善于表达的我，这个服事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压力，但是上帝还是给我双手。这个双手呢，也是可以服事，对教会也安排在我在建设组协助这个修缮，我也参加部落的修缮。这些种种来说，那个就呢，我跟你们慢的说那是，因为上帝在我身上很多恩典，恩典够用。不管我的过去，我的岁月里，我遇见的，我失去的，或者是我得到的，这个都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就给他乱说我也，我说坏的可能起码有办法去超越。所以吧，我站在这个地方，我把从那个时候，那个呢，我会想到现在跟这个那样，我不晓得是怎么活过来的。
也许上帝以后干嘛对我的看顾，也许对我的家里来说，别人跟你干嘛？他的生命虽然在49岁外地干嘛？我想一想，讲了已经67岁了，怎么会是这个年龄怎么会差那么多？是不是上帝给父亲叫别人跟你干嘛？很辛苦，很辛苦呢，因为我的家庭有分到这个妈妈信仰，你跟那这个教派的问题，信仰是有。如巴黎那给人这个macam那个教派可能。Bagaimana kita belajar会碰到很多事情，很多没办法协调，很多小小事情会吵起来，而且没办法同心。我也感谢秋花能够陪伴我，在我这个信仰能够有神的带领。还让大家做我的小小的见证，再过几分钟有12点，希望上帝能够带领，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有祝福，还有平安，阿们。今天的分享不是人的成就，而是上帝恩典的见证。来敲在这里，我的朋友都是那样，但是我的多可能是那样哪儿的。你的爱不离不弃。现在都要用木箱写诗，所以这个最好不要收起来。喂。
神爱不离弃。자, 대부분 우리 거기로 또 쓰나야 그러니까 말가서 수선. 待会唱完歌就有点尴尬了，因为时间是几分钟。好，来。可以先分享啊。先分享6分钟。
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们的林长老。还有5分钟，啊，今年就没有了，啊，就是新的一年。大家平安。平安。那阿卡西达少尼的刚才古列的马德，我心里有个同感，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爸爸。他爸爸称我的爸爸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姐夫。祖母，我董文巧的姑妈是我爸爸的第一任老婆，所以他称我爸爸叫姐夫，所以他们2个人都一起在斯克兰。还说的，本来因为刚才的我有个朋友，你朋友刚刚没有，第一步后他的八字很轻，嘎啦的那个吧。还有古人的白，gara nara timu, lakwa ini amaku dong,还是去哦。Ano kata ni wisdom, baik kamu sekolah data ditanya apa？ 有一次他在我们的大包睡觉，白天哦，gara ni nak ya. Ami kata kita maju jual itu ni, ijuan lagi kasasawan kajiannya, siapa? Inabi tidak aku mau yang maju. Ini天上的嘛，就是弄的呢。那看你们今年那干嘛过？啊，这少了那看你我你看，他弄的干嘛干了？他打的kita dah，今年kasau na lima yo。ai maka jadi hati maju si kata，那么罗看你就个是马上，校长哦，因为突然他们有那个，以前有教过我们，他讲话跟董文晓没有两样。我们仍然听不懂，他还是在讲故事哦。哦哟，那没有这个美国人，因为我听嘛就那么两样嘛，在听那个，那个还是叫我们唱歌，找到了是哪一慢的。所以因为那时候你听个美国人，而且西外干嘛就那么样在听那个，啊，新西兰你就改了第一位听嘛就sangat ka没有。Awan harus sudah tak kau itu tak sampai itu tak macam macam istilah lo. Yuri nuri kulit sumasonga, masuk sangat-sangat di mana orang kaki pakai tahu di si pakai alala, baik ini sakit. 要圣诞节他已经去找那些要用的东西了，什么茅草什么东西一大堆，董文巧是不是这样？一模一样。他们大家他打干嘛？啊，他们打干嘛？好路给阿弟，那没有打路给阿弟来说，他们不认了。Baik kisanan mau deh di madu, tutajua musika dia anak itu nah semua masa si suci orang di madu, ui ini anaya. Ada mana nak semua selan, ui ka ini di madu tamasan situ, manu kakak sing jual. 我们知道啊，他口才上面不是不会，但是表达方面比较有一点慢，比较慢，但是。 比如呢，兄弟团去当山会长，那你们呢？没有啊，有位的呀，嫌你当什么？你可能会说啊，我能力不行，我不要。但是第刚才我们选他这个执事，他一上，他一就职，当会长他也是就职。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上帝是真正nama sali tentu semas. Aja kau masih tak semasa penuh tak sawah tak tindakan. Baik, nuki pusin santi maju sini papu datang aksin sekali maju. Akhirnya waktu semas, namanya tu agama. Aisyah mana nama panjang siapa nak kajian ni? Kalau lokasi nanti seperti kami punya namanya kayak pusati Wiligan. Sikudanya maju. Akhirnya waktu amarkan ini, ini alu ini putus ro silva. 那么大是什么？分享以前原住民后60米的外根，农那马外根，到了10米外根，他跟家弟弟们在10米里是1里，Fatima在我Akashika，我Pasmalang，他就apa呢？可能跟比威利盖就是跟董武巧是一模一样的，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愿买的这个家继续信仰火把燃烧，愿神祝福他们家里，谢谢。 补充介绍再说今天主任的好，还有3分钟。
我们的音乐底下要那个倒数的时候就要开始，是要播放还是要在弹？有音乐吗？然后呢，从我们等一下是那个什么倒数计时10秒，刚才我不知道的嘞，我们倒数计时3、2、1，哎呀，给弟了来的时候，孩子平安礼后，还有倒数，这个时候先可以那个放松一下，还有2分钟，可以开始物色的你们抱着，你们抱着，我知道你们有选项。底下有音乐吗？原唱吗？好，尽量那个活跃一点的。有没有人去参加这个社区的跨年晚会？有吗？酋长一定有去嘛？有抽奖吗？没有哦。是气氛很冷吗？不是，天气太冷。有没有宣导的？还有一份气氛，大家都真对了。现在往这里发展。他的时间。在练习，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好像昨天我们才迎接2020，现在我们将要挥别2025，真的是感谢上帝带领这一年当中，尤其是我们今年回教会是真的是很忙，我有点快受不了了。反正周一点了嘛，那个周一天了嘛哦，周一天了哦。干嘛那么多？好，可以起来，下面活动基础下准备倒数。好，有40秒。好，有30秒。等一下一起哈，19、87哦。
好了吗？大家的信心好了吗？我看大家的信心在那外面了。新的一年不一定什么都知道，但我们知道上帝依然与我们同行。愿主在新的一年带领大家走得稳，走得深，更有盼望，在爱中被更新，在信心中被建立。大家新年快乐！要不要关一下？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攻打。Esatabili uli misra-srang na inuri, uli tatarusai na inuri， 我们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感谢的祷告，一个是恳求的祷告。感谢的祷告的部分，第一个感谢上帝在2025年的日子，顺境逆境中有主的保守与同在。Karena itu semas leksoa atapina cariwata cabi. Itu namanya ada anak kue ada. Jual semas anak lemah tanuite na kita udah tanuite. Soal masa 数算上帝的恩典，新的一年许下为主做的事，求主坚固。Di paparangi kipaligo za sumpu toy sa migumi na snas sa urigi sa sita na mapulan tuwa nama atabaray na kiskaw ta snas ay tuwa bawa na sabi sa kiaong to tatamareng anaki kakizan anaki kinakizan ay sa ta warma mapulan
马萨穆萨拉维达西凯诺里，我们就一起为这2项感谢的祷告来一起同声的祷告。阿利，是啊，是啊，你努力。sensengan itu tak kiukai, itu kekudang kis, itu kekumi. Sa nama kita tawarung kiskau对说他们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祷告的是为2026年教会的各项事工、小组或团契的年度计划。希望教会全员能够齐心来为主做工。Sama-sama. Sa sila no ta semas ula sini palaga amitin na mabola. Ito sa palapalag at sausaw na mata kualala na mata tu kuni-kuni apasarapay. Dahil so mo batu so kala jalan-jalan kala bersedelan urita si sarapay. Sebenarnya tentu salah satu soal kita dapat. Tetapi soal tak bukan nanti Taiwan. Ulah nama kaya nama rasul, ulah nak soal mata Taiwan lah cau ngapuan sawi na maita nama rasul dah bukan nanti Taiwan. Akiong itu sesuatu yang semas. Apa chung对说papa mama kata说kiliwat ni madu sa dinakawan na说mereka na palai na talangu 对说的semasa tanggalan。第二件事情，我们为这个天灾人祸、战争、极端的气候，台湾政治上的一个和谐，主生怜悯，显现他的公义、慈爱，保护敬畏他的百姓。我们就一同为这2项，这个事情来做祷告。以那么那里说大牧师，以我们说玉辉牧师betul-betul对说大努力，阿里斯拉斯朗也努力，我们一起同声祷告。
Lupaulan aniatsimas, imazaman na malawatan usul. Kemasito asu lemakep kato asu kizam。上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上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Malalay isun lupaulan sa lusalaslan atmas. Ini kasuna keminamali apa teleng na penalamur asukiriba katua mas edan. Malalay nangwasun saka nama shilaba sun paskat na penalamur asukiriba atua ki au dan rusuna cao cao。感谢主，在2025年的日子赏赐我们真平安，成为我们的亮光，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生命的保障。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你庇护我们，你使我们在你的保守里得平安，把我们安置在稳固的磐石上，数算不完的恩典。愿我们能回应你的爱，也求主坚固我们，可以献上我们自己。Di awaman tanusun, itu abawan cabai. Kini pubalung anu aki pucapil atau sensengan amalati mali anu pumian ikiukai akatua katudangki ula izua pubalungan atau masih tua cemas ikiu ikakukuni itaiban aslapai ula izua sulibatan anakizang cemas amalaka cacau ula semampalawas tanusun ana cao cao anga ulama leva tanusun。新的一年，上主坚固带领，使我们在恩典中接力，也在使命中一起前进。将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施恩垂听我们的祈求。Anya inulik na katungadan, no anya malalay ni Yesu Kristo,
阿妹。阿妹。感우리 기스가오 너무나 치료 이 몸이 치료 아스나이 맞에 또 돌아야 시바포로 또 오는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带领。我们从岁首到岁末，我们数算着这一路来的恩典与祝福。即使我们在顺境与挑战当中，我们也都经历到上帝你不离不弃的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是如此何等的幸福！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在这个时候，我们将献上我们的奉献，不仅仅是金钱的献上，更是我们生命再次委身与感恩。主要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再次来悦纳我们的奉献，也让这些金钱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众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工作、家庭、服事，在各样都有上帝满满的恩典与祝福。我们如此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什么了？Pasmalawan tuaca kinarehan kasih sawit amaya kukuso。那时候是礼拜二，今天是礼拜三哈。那个时候是礼拜二，你是11点开始礼拜的，啊，就那里打电话79个，啊，就加定定啊，跨年礼拜是37500，3万那性2贵，我们今天那哇，你叫了什么锅？74哦，5个去跨年了。好，45岁以上的，你满45岁多久？45年次出生的哪几个？都是新海的，我们手上还有呢，45年次的，45年次的，我们张老跟周志新还有没有其他的？韩仲雄没有，韩仲雄你46哦。啊，46啊，对啊，听得到啊。我说45年次，未来
为了新年的那个老人的这个什么红包所以增加2个，那个谁丽霞要增加2个哦，那个孙年的那个70岁以上的，好，我们礼拜天才发给大家。所以45年是以前出生的，一定要来礼拜，要不然那个钱付光了。好，就这样。哪里？聊聊。那要等很久啊。45年这就70岁啊。还有这个呢，这个啊，好像500块嘛。可是300还有150，150。我当孙女会拿就赚到500了。喂，500要花。好，领受参请与祝福高高，毛高多基斯高卡多基斯奈，斯奈多多西亚出出斯奈我的多，来的达到314首，阿里嘎萨利，最后我们就请祝福高高。Itadaman to niya lewan na usaw-usaw kay somana at sayota na sabi. Namaya iwasan kamatsama sa talawo-lawo na lusod. Ay so bawa na sabi na salingaman. Kiliwak no atsama si Tariwaba. Basaling no nawailing at Yesu Kristo. Akizang o bichol isnay awak no tsumas pero nakizang imade to so kyo kai na sini ito baon na chabi asang sangang bunulat inamayon na nakizang to malakas wadak agamasitu sa batabaraw amen amen.人数已经有报告了嘛好，就是我先把什么等一等，不错我。
已经那个嘛，已经隔天了嘛，已经是今天了，所以我说吧，那8点怎么讲？8点半，8、7几项。所以嘛，这一修改，对说怎么修，最说努力改，我们努力对说不说差别，麻烦你那对说福音，我这到修改，说宣教80周年，啥？我们的嘛这一中会就是说祷告会有8点半，我们说因为修改都。做操嘛，做努力，因为我是中委啊，所以有特别交代这个中委的教会至少要5个人，至少5个人去那边上地的你做大几个，那么来给我们这里到修改巴拉鲁对说的努力对说的修改。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中会今年宣教80周年有很多的意向，360位说神案，我们有神案都说参与，那个湾说神案的修改，那个什么了？우리 대리한테자 전도주 이 고장老他们也不是所以他没办法教会。然后说你嘛这个我们那个各家庭礼拜组的组长，你就会过着他已经包好的那个每一组，你就要礼物带后要给各家户。重点是不是礼物？重点是里面你就是当然那个准备的问卷调查的。Makanya pacuna sasuni pareta makata aja, makata ubu, tasum kembali nama buka itu, ijo saya sini ibadah tu, mga tasum balai, nama kuda susi pacuna, ijo saya用问卷调查在那个每一包里面，它里面有小礼物，那个家庭礼拜组的组长小丽嘛那个店，你就到楼下他说的你们的民间那个各组的那个有卡去杀猪，di doa ta整个各家拜的各家庭礼拜组的那些组员他alutan saya jual ijo ada bincikan ini supaya大家你就拿给你们的组长，就交给组长或是交给我们教会的指示，然后再交给我们再统一。So daw ana pacumi tuan ma makena ginawan kita sasabi ini namatay na manaw ta pimaden ta kisamulay ako masiki tuan bincikan mana pinangan yang nasa susun mana itu nakendang tu mudaman mana makisinan mana makaya makaya mapacuna pilih aku mas ya ini yang nakendang kalau ini yang menapas malam sa ijazah ibadah sa musali antunga naja tulipa juga cuca na namada pasuguli dua kaini lagi choro没有报告的吗？因为大家赶快过年了，我知道。好。no kauri pas Semarang itu nanti nggak saya这里。愿神祝福大家平安。